你说的对，留給時間去解決。謝謝你啊，總當我垃圾桶。你這話太見外了。可芳，真不错，比刚来的時候強太多了。戚總，我還在努力中。真挺好的，我覺得你可以在寵物按摩這塊好好研究一下，說不定以後有什麼大作為呢。啊，是我昨天晚上去書店買了好幾本關於寵物穴位的書，我想在這方面好好研究研究。很好。可芳，我有事想問你。啊，你問。你最近有去馬場嗎？沒有，最近咱們這兒太忙了，我就沒過去。那行，你先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吧。啊，行。再見。哎，再見啊，戚總。怎麼辦，小寶貝兒？我不是要得罪冬眠，就是要得罪戚總，你說我怎麼辦？愁死了！叮鈴鈴，保佑我，一次就中。冬眠，我受不了了。噓，轻點兒，这麼負能量會影響我肚子裡的寶寶的。你光想着你的孩子，你知道今天戚明峰突然來找我，問我最近有沒有去過馬場，我一想他就是要打聽你。還好我反應快，我說我最近都沒來過。可芳，你千萬不能心軟，一定要替我保守住這個秘密。我不撒，就我最不會撒謊。你不知道我現在在寵物學校，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戚明峰，我害怕我一漏嘴我就告訴他了。我有一種預感。我這次一定能中。你孩子倒是有了，我工作呢。你不知道，我最近才發現，我簡直是寵物按摩界的奇才。我剛剛找到事業的方向。那好事兒啊，那真是好事兒。那你就好好發展你的工作，我也就好好的生我的孩子，咱倆互不耽誤。得了吧，我刚覺得一切都步入正軌了，找到自我價值的實現。我不想天天在家給老公做飯洗衣服，你不知道還有多少小寵物都等着我呢。可是我現在一見了戚明峰我就心虛，他要是知道我跟你一塊設計，給他制造一個私生子，我那工作還能保住嗎？我跟你說啊，關鍵的問題是我為了我這個孩子，我整個人都快發了。那我也不行，那我也有工作呀，我不能為了你的孩子犧牲我工作呀。你工作都比我孩子重要吗？煩不煩啊？吵死了！你哪能有我煩？什麼事兒都讓我遇得上。你跟王老師談的怎麼樣啊？不怎麼樣。那怎麼辦？不知道，順其自然吧。反正我不能因为你孩子就没工作啊，我覺得。那我的孩子肯定是比你的工作重要，你是不是一姐们兒？你到底能不能为我多付出一點啊？你什麼人啊你？我抑鬱了。我沒聽錯吧？就你這樣的還抑鬱？你抑鬱，成天上竄下跳，跟個活猴子一樣。你要抑鬱了，全世界沒有好人了。閃閃，我來給你診斷一下。好啊，我急需診斷。你是否一直感覺到傷心或者是悲哀？愛莫大於心死。你是否感覺到前景很渺茫？何止是渺茫，簡直是渺茫。那你是否對事業、家庭、愛好或是朋友已經喪失了興趣？一半一半吧。什麼？雷閃閃，你天天在我床上睡我，總得對我負點責任吧？我憑什麼對你負責呀？我又不能讓你懷孕。
哎，你是否感到食欲不振，或者是情不自禁的暴饮暴食啊？我什么结果？baby，你们这什么反应啊？我怎么觉得我跟快要死了似的呢？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，哎，给我看，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。什么呢？啊，大早上起来就跑这发呆了。想工作，想策划，想我的那些买卖。工作出问题了？没有。策划出问题了？也没有。那就是马出问题了。你才出问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人最糟糕的呢，不是失去爱的人，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己。我失去自己了吗？你自己想吧。干嘛呢，老婆？哎，想死我了！哎，你别闹了，我今天宠物学校要给狗配种，我得赶紧去。别走啊，老婆，我还想配种呢，你别走啊！我真的要上班，不赶趟了。哎呦，你大周末的上什么班啊？我要有自己的生活，这对我们的关系有利。哎呦，我一个人工作就行了，家里的事情又不用你担心。我去工作是为了興趣，我不想待在家裡當全職太太。哎呦，工作很辛苦的，你根本堅持不了幾天。楊大偉，你太大男子主義了。可風，你什麼時候變成這樣了？肯定是閃閃他們給你慫恿的。我哪天要找他們去算賬。你說不過我就說我朋友，你太沒風度了，不跟你說了。誰沒風度啊？你現在連早飯都不給我做了，餓死算了。珊珊，你知道嗎？作為一匹馬，真的挺幸福的。你就不像我們人一樣有那麼多煩惱，尤其是不會為愛情而煩惱。你要是愛過，你就應該能體會到我的心情。愛情來的時候吧，